继续来看的是正日为过28金曲奖的音乐人刘永聪，伊的创作灵感虽然登上是来自客家庄同农村，不过其实伊是一个都市青年嘞。从小在台北待业，太好接触的也是重金属音乐，里面是许多知名中林生祥伊人的影响。刘永聪呢，让开始使用客话同河洛话来创作，也变做一个专业的音乐人。伊同5个盘子内的大帮乐团，也归到阿婆的故乡新竹黄山落脚，成为韩国接圈土地。也多年来，伊当然也经过生活过外劳、韩国陆客人的质疑。不过，一路团也到经验转变做创作的能量，行出自家的风格过后，接下来伊还有一个梦想，如何去全世界来认识台湾人创的客家音乐。从那山上。在这里面是泉水的出口，这附近的人都会来这里停水。转到中学，刘永聪同村民相约学校天幕暗夜，伊在等记下套，养成又甜又甜的潜水类式。2016年，那个阿婆就割片，就上爱更加多的机会来去让个阿婆讲话。有一个机会，就中下有人就有请到一个屋，那就知道好啊，就搬到新竹这边来待。那住这里，有没有想要去台北？李导为照顾身体唔好的阿婆，此时的台北待业刘永聪，再到新竹黄山。农村丰富人情味，淳朴的田园景色，是其创作的灵感来源。很多的故事就会伫个生活地会拄起，转来新竹那边待，就会搞到那边的朋友。创作的方式，创作的故事就会用听到的事情来写落去那个歌词会拄。路桥，路桥。用温暖的声，天天的唱出一座路桥的故事。创作当中，谈起到对土地的关怀。其实土太好家下就开始搞音乐的刘永聪，本但好搞的是重金属音乐。一直到谈林生祥，陈明忠也有本土歌手的作品，启发其对民族音乐的热情。那时候就有开始听到台湾的一些音乐，陈明章啊，然后交工，那当然客家的就是一块嘛，然后就会去找这个门类的去听，觉得好玩。客语的也有人这样在做。毕业过后，刘永聪本但开一间乐器店，看起来做得同兴趣强下的生意，生意没问题。不过却没办法满足其对创作的想法。28岁今年决定结束乐器店，专心来创作音乐。不过听到没有的经济的问题，其实也呢唔点样的较好。本但家也爱当开米，不过对家现车没事当手里。说真的，他学音乐，我不是说真的很喜欢，我觉得这一条路真的很辛苦。有时候甚至也没有休息呀。就是这样熬夜，我看在眼里，我是说真的，我实在很不舍。之后好像是06年，就决定还是做创作，做音乐，然后表演，这样比较开心。那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实的问题啊，就是说中间大概有1-2年的时间，其实你是不容易有收入的。一条无路用的人，係其親實質世界嘅創作，創出其面對艱辛嘅職業人生嘅生。第2年就得到創作比賽嘅肯定，佢每邊呢行下堅定，為做一個全職嘅音樂人。那現在事後回想起來，就是那些磨難，其實都是，如果我們當初有去正視它，然後有去轉化它，它其實都是寶貝，你就不會覺得生活是很辛苦或幹嘛。可是，在當下那個轉化那個心情才是困難的，因為本來是有建議講長條路真辛苦啦，我出名伊無叫啥啦，
所以讲俺嘛有多少反对，但是其他有按认真，多啲俺点都变成个鼓励佢。贝斯结合他的现的也条规乐，同一般的乐团组合无共用。刘永聪希望用甲台湾民谣同摇滚的风格。2012年成立的大鹏舞乐团，也条团员调一种实体创作，係用新竹王山做背景，發行的相當唔低人。第二年每2位嘅金曲獎最佳行業專輯。我觉得乐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它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。那其实我觉得达邦尼还蛮有趣的，它算是一个具有中国或台湾自己味道的客家摇滚乐团。因为大家都会用坚持啊或什么去想这个事情，可是我自己主观的意见都不是这样子。你其实都是被各方的人照顾的，所以你会一直都还蛮感谢大家的。因针对创作的想法，韩国用长春的10年岁月来追求客家同在地的连结。接下来，刘永聪希望展开3期巡回表演，打破音乐来感通行客党人，来丰富客家的創作能量。喺台灣還需要更加多嘅經驗來去接觸更加多嘅觀眾朋友，因嘅腳步真有可能去到同穩同好，因真有法度去面向嘅世界嘅舞台。一點兒，在土地上種出希望來，一點兒種出希望來。